樣嘢啊！我哋而家去向快樂出發啊！10幾人去歐洲，好正啊！個個幾輕鬆，幾精神，幾 happy。所以你去買呢件衫係啱嘅咯，陪住咁多袋咯。嗰日大佬去買一件30蚊呢件，你係咪30蚊買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！我哋喺三藩市國際機場準備搭飛機去西歐，去法國巴黎，西歐9國14日遊。而家係3月3號，上晝9點多鐘，我哋嚟到法國巴黎。飛機準備落機啦！呢度係法國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，我哋而家嚟到法國巴黎，一導遊接咗我哋。哇！呢個團幾多人？大家点名的时候，随机没号码呢，分房间的号码，另外这号码可以用。点名的时候，我哋一共有12個朋友組成，跟民警家庭。巴黎機場啊！呢度係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，呢個係旅遊巴士嘅司機，我哋係坐呢架巴士。巴黎市區嘅。